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09首，欢喜救主做王。欢喜救主做王，大家就来敬贺，人人感恩吟诗主有言完成你，心欢欢喜，主下赞美欢喜欢喜，喜上欢喜，真理真爱的主，伫天掌管万物，虽然罪恶清气，就做阳光作为，心欢欢喜，主下赞美欢喜欢喜，喜上欢喜，以这上帝大名，伫高对着归成，昂呼救主命令，归落伫主脚前，心欢欢喜，主下赞美欢喜欢喜，喜上欢喜，咱肯欢喜恩嘛，主来心伴前人，也要带伊行进彼天作家三基，无惧要听，比赛赞美上帝扫甲洋洋欢喜。咱昨通过圣经以西结书第8章，来看见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用伊的神将以西结带到迄个所在，看见迄个圣殿败坏，因为充满对偶像的崇拜。上帝也决意要来刑罚。今日咱要来看第9章第1节到11节，遮所讲起的，就是有6个上帝所派出的使者，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的异象。伫先知以西结拢总有4遍看见上帝荣耀。第1章是伫加巴勒的河边，迄是伊受掠的第5年的时。第3章伫边缘的所在，伫迄个街的所在，伊也看见上帝的异象的荣耀，是伫第3章，上帝荣耀也互伊会当来看见主的同在。所以3章23节，迄个所在就是上帝的神用手划伫以西结的身上，上帝荣耀就停伫边缘的所在，甲伊伫加巴勒河边所看一样共款。所以上帝神就进入伫伊的内面，以西结内面，互以西结会当徛起来。然后阁有昨的第8章是以西结伊甲长老住职踮伫伊的厝的时，也是受掠的第6年，经过1年搁2个月的时间，伫家己的厝内底，上帝荣耀来到伫伊的厝，也共款上主用手划伫以西结的身上。伊阁一摆看见上帝荣耀坐伫宝座顶的迄位伊的心中亲像火，也亲像是人，然后就将伊带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第4摆是伫20伫后壁的时阵，咱阁继续来看。今日咱要来看今日的圣经则是第9章1节到11节。第1节了后，我听见上帝大声喊：恁遮个负责刑罚即个城的人，来，逐个人带杀人的武器来。随时有6个人，
大家带豺狼的武器，对圣殿外埕的北门过来。其中有一个穿幼麻布做的衫，腰有写字的笔甲目，因进前来，徛伫堂的祭坛边。所以第八章上帝已经宣布，伊要来毁灭，伊无要来怜悯。然后就马上伊就找伊的使者。这个动作伫后壁第10章是上帝应邀，就要来准备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上帝的应邀会当伫遮，是因为有上帝的圣殿内面有上帝的约柜，内面有上帝的话，甲上帝的权柄。总是真人无爱上帝的话，无爱上帝的同在。上帝应邀准备要离开，总是要离开以前，上帝也要来毁灭遮无来尊叹伊的人。第30，本来天地天使记录白顶面的以色列上帝因根升悬到圣殿的入口，上帝叫迄个穿幼麻布的衫、腰带笔目的人来。上主对伊讲：“你去行头全耶路撒冷城，甲遐个为着城内所发生通仰恶的歹代，伫讨开天口的人的头额做记号。”这6个毁灭的使者中间，上帝特别对其中的一个来交代，爱伊举这支笔，这支笔毋是要去记载这个人的这个罪恶败坏，这支笔是要去耶路撒冷的城的中间，伫遮的人的头壳头遐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会当讲是这个希伯来文的最后的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字母的最后一字叫做 Tau。这是现代希伯来文顶悬这个Tau 是安尼写，但是伫以西结迄个时代，因所用的这个腓尼基的这个希伯来文是这个 Tau 呢是亲像一个叉叉，嘛亲像一个十字架这两个这个形这个形的用这个款式这个互咱想起伫出埃及记12章，等上帝要来毁灭埃及遮的所有的大囝总是上帝爱摩西才用这个羊羔的血抹伫因的这个门槛门口的顶悬。只要这个门槛门口的顶悬有羊血、羔羊的血来抹来画起来，安尼就会当来得到拯救。所以这个提笔甲墨的这个使者，当然有的人认为讲这个是什么人，这6个人什么人但是因为伫以西结书的中间并无一直重复的出现总是这个使者伊带上帝的权伫人的头额做记号其实这做记号除了出来记咱伫启示录嘛有看见这个得胜的因的头壳嘛有上帝互因上帝进路部的头额拢有做记号是伫这个启示录第7章遐有精选做记号逐支派中间拢总有144000个人，这144000个人因就会当来到伫羊羔的宝座前，伫遮来阿罗阿门阿罗上赞应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甲快乐拢归伫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才会为着圣殿内面充满败坏甲罪恶，看袂落去，伫遮来仰恶讨开就是悲伤甲啼哭的人。上帝看到因的心内，所以派遮的使者6个，一个去人的头额做记号，另外5个上帝就派因另外一个工课。第50，我阁听见上主对其他的人讲：恁着在伊的后面行透全城，下手杀人，毋免可怜，毋免疼惜因，无论是老人、少年人、少女、妇女甲囡仔，拢着杀死。毋过毋通杀遐个头额有做记号的人，对我的信所开始下手，安尼因下手杀伫圣殿头前的长老。这6个，一个举笔甲墨，另外5个举刀。
等这个武器吼，见一个杀一个，好，但是若头徛顶悬，好，有这个头翕要来闻，这个车啊，还是这个亲像十字架记号的人，伊就当刀闪这5个毁灭天使的刀，好，甲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这个上帝审判，好，不是讲两边开始，但是就是互以色列伫这个异象的中间，看去上帝伊的愤怒，甲上帝刑罚的原因，就是因为伫上帝的城、上帝的殿、上帝的城、上帝的百姓，竟然一个一个拢弃杀上帝，无爱来敬拜伊，所以上帝就要彻底来毁灭，亲像早时伫这个上帝通过拿阿做大船，伊要来毁灭上帝所做的这人类一样啊。第7节，伊对因讲，就甲圣殿的埕堆满尸体，拍拉山圣殿，现在就开始，因就出去，开始伫城里杀人。因伫城里在杀人的时，我一个人留伫圣殿，我面趴伫涂骹哀求讲：至悬的上主啊，你真正要将你的受气摒落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所剩的人拢消灭死无？上帝继续对这6个人，甲一个举笔，5个举刀啊，将尸体来堆满，将堆满伫上帝的圣殿啊。这个死的心思，就是代表无清气。总是上帝讲，你若真正要无清气，上界无清气的，就是这死亡。上帝要用死亡，来淡满伫伊家己的圣殿。这死亡比这偶像的垃圾误会更较严重。这死亡，是伫死亡阴间的权势。所以上帝真正要彻底来败坏伫伊的名所起造的这个圣殿。然后当这6个使者出去的时阵，但以色列就对上帝来哀求，这个哀求嘛，互咱个亲像看到先知亚利米拄开始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伊嘛伫上帝面前啼哭，甲上帝哀求，讲上帝啊，你真正无要留情面吗？你真正无要可怜这个人吗？这个有妇女，还有囡仔，总是咱继续看第9节。伊应讲，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做大恶极，全国逐所在拢有杀人流血的事件。耶路撒冷充满不义。因讲，上主已经弃杀这块土地，伊拢无得插管，所以我无要可怜，无要听小因。因安怎对待别人，我嘛要安尼对待因。所以上帝毋是无看到这个妇女儿童，这个囝儿，这个细囝。上帝是讲，伫因的心目中，因就根本认为上帝已经无点遮。所以即马这个圣殿不过是一个坎尔，不过是一个仓库尔，不过是一个厝体尔。因会让伫这个内面，爱要做啥物就做啥物。反正上帝已经无伫这个所在真久啊，因拢。但以利去用掠走啊，以色列去用掠走啊，这个王用啊紧王用啊军嘛去用掠走啊，所以因伫这个所在已经无人插因，上帝嘛无爱因啊，所以上帝就因为因心内底安尼话，上帝毋是上帝离开，其实上帝犹原看着，就算讲以色列伫巴比伦。遐尔远的所在，上帝神嘛当甲以色列带到耶路撒冷，来看到迄当时，也是甚至无久以后就要发生的代志。代表讲上帝伊其实并无离开，是人的心无心离开上帝，然后佫借口讲上帝无爱插管，上帝无要爱怨啊，所以上帝确实就爱用这种的刑罚，彻底互因的心醒悟起来。互因知影上帝真正是上帝，并毋是因心内底所想的安尼啊。最后一集后来，迄个穿幼麻布的衫、腰带笔目的人转来，将这个事向上主报告讲：我已经照你的命令去做啦。所以表示讲，这个做记号的这个已经完成了。
到底当这个耶路撒冷要灭亡的时，耶路撒冷受到巴比伦要来攻打的时，到底什么人得救？到底什么人袂当得救？已经记号拢点好啊！即马就剩这5个亚倒的人，这5个亚倒的人当时要来出手，这就是爱照上帝的时间了。伫今日这段的圣经，互咱会当看到，亲像是伫启示录的第6章，这个羊羔拍开7个印的头一个印，这个4个画面一个画面，伊的声就讲，你来，然后约翰就看见一只骑白马，伫马顶悬摕金，然后有冠冕赏赐予伊，伊就出来征战。其实这个出来征战的，甲这个是毋是耶稣基督？咱是袂当完全甲伊看做共款，因为这个耶稣，这个可能是上帝使者，读启示录也好，读以西结也好，这上帝使者，也是但以理书，有诶，互咱感觉哇，这个就是甲耶稣，耶稣是毋是遮尔残忍？还是这是耶稣？伊就是伊就是手下无要留情。其实咱爱做一个分别，但是嘛莫完全甲伊连做伙，毕竟上帝所差来的使者，迄个身躯百血，迄个徛伫白马，迄个要来伫十字架顶拯救咱的耶稣，是咱所认捌的。但是迄个要来征战的，要来消灭的，要来毁灭的，有时阵是上帝的使者，是个形体，是无同款，无相像的。今日这段圣经的经句，我拣选的是第9章的第4节。上主对伊讲：“你去，行透全耶路撒冷城，甲遐个为着城内所发生贪仰恶的歹代，得讨开天口的人的头遐做记号。”这段圣经互咱提醒，就算讲咱无这个气力、无才调去改变咱的社会、国家、甲世界，总是咱会当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来讨开。中文讲倾心吐意，将咱心内底的心思意念变互上帝。上帝因为安尼会祈祷，伫末日的时，伊会差派伊的罗卜使者，用笔甲墨伫咱头遐做记号。这个记号是一个头，嘛是一个十字架，嘛是一个车啊，是一个咱会当伫末日的审判中间，咱会当得救的记号。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受砍印头壳头遐，有这个记号的，因就是仰恶罪恶的，无要选择甲罪恶做伙，亲像诗篇第1篇所写，无坐侮慢人的位，遮个人。因上帝要保守因，特别伫末日，伫上帝审判，伫即个灾难来到的时阵，上帝要救因来脱离遮个灭亡。即个头壳有记号的，也是启示录第7章第20到第30，讲遮个上帝进罗卜因的头壳顶拢有砍印。即个印不管是共款无共款，但是也是咱的名记载伫生命册的遮个。顶悬的是，咱就当得到上帝的恩典救恩，会当得到永久的性命。所以伫彼得前书第4章17节，也互咱看见，当上帝审判的时到啊时，上帝家着大身受审判。咱看到以西结书中间，这5个上帝使者出去要来行刑罚的时阵，头一个就是伫圣殿遮的长老，表示讲遮长老，咱昨读到遮长老有70个，因伫圣殿野香，结果是咧拜摕香炉，是咧拜偶像，是伫争论，是咧追求世间的富贵、甲神明、甲荣华富贵，毋是来敬拜上帝。所以彼得前书讲。审判若是对咱开始，遐个毋信趁上帝福音的人的结局，将袂搁较严重吗？所以咱就要谨慎，因为上帝审判，原来是对伊上帝的家，对教会来开始。今仔日咱就爱来学习，我甲我的家
要侍奉服侍耶和华。今仔日是主日，就算讲咱全家无法度做伙做礼拜，但是咱爱祈祷，嘛爱努力，互咱的全家拢踮伫耶稣基督的保惠，甲耶稣基督的拯救恩的内面，互咱的头壳顶拢有十字架的救恩的记号。今日是9月14号，也是这个世界环境清洁日。清洁日，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公民环保运动啊，是伫每一年的9月第3个拜六来举行。咱也会当通过这个清洁日，互咱清气咱的内心，也清气咱的徛家，清气咱的教会，清气咱的社会甲国家，会当有耶稣基督的保护，甲咱洗清。今日咱的礼拜中间，又要来进行用这个电子投票的这个气投，所以求上帝带领会当一切顺遂。今日有敬拜部的部会、总务部部会，甲咱第一区第一礼拜第一区要去到伫龙潭，要伫遐来去遐有一个联谊，愿上帝也看过。今仔日的祈祷就是求主来清气咱的心，清气咱的厝内，咱的家，也清气上帝的厝，来摒走所有这误会甲垃圾，所有败坏敬拜上帝的事，拢爱甲伊赶除摒走，互咱会当专心一意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彼得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安尼讲：呼召恁的上帝是圣洁。恁伫一切行为嘛着圣洁，因为圣经有记载，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咱做伙祈祷，主啊，你是圣洁的上帝，你是亲像火，也是亲像人子。上帝，人若无圣洁，是袂当来亲近见你的面。就感谢你通过耶稣来洗清。赦免阮的罪，洗除阮一切误会，互阮会当来就近主你的施恩宝座，也恳求主，互阮知影，阮就爱来谨慎，阮也爱为着这个罪恶败坏，阮也爱用祈祷来求上帝。神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你也要因为阮的忠心的祈祷，上帝你也要将这个记号记载伫阮的头壳顶，也互阮甲阮厝内的人，阮的全家，阮的全教会，每一个兄弟，每一个家庭，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特别伫凶恶的日子，伫末后的时，阮有缘会当平安自在，会当来倚靠主耶稣，听候上帝你的拯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09首，我目吞忍，听候上帝。我目吞忍，听候上帝，万恩万我的主，伊爱伊空听我祈祷，所求伊有相属，对心含天，对土地中，伊有看我出来，互我的脚徛照大日，互我行路自在，互我的嘴照心的光，因是阿拉感谢，最最人要看见行为，来我靠主的名，我以上帝的圣旨意，我了以最快乐。
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